各位家長，大家好，我係 Miss Carol，一個香港幼稚園嘅英文老師。今次我想講下 phonics，大家係咪覺得好困難啊？要記咁多個音，如果叫你記呢一啲，上面係台灣嘅注音符號，係俾小朋友學中文嘅時候學呢啲注音符號，拼出中文字係點讀嘅，係另外一套嘢嚟嘅噃。下面係漢語拼音，又係為小朋友唔識讀某個中文字而去讀嘅喎。兩個都係貓，摸拗貓。英文貓係叫 cat，cat。我哋唔需要學一個新嘅符號喎。有啲老師會叫家長你哋學 IPA，可以100% 拼到，phonics 只係拼到70% 以上，係唔夠完美嘅。咁我哋需唔需要學 IPA 呢？使唔使教小朋友 IPA 呢？我哋只需要教小朋友嗰啲字母或者字母組合嘅發音，其他嘅我哋就靠 tricky word 或者係靠估得噶啦。家長你哋需唔需要學 IPA 啊？如果覺得學習 IPA 係一個負擔嘅，其實而家你唔識點樣讀某個英文字，你用個手機打一打去 search，你哋大家都咁忙係咪啊？大家自己去諗一諗啦，你哋需唔需要咁樣做啦？所以咧學 phonics 其實好着數噶，因為嗰啲英文字母就係發音符號嚟噶啦，唔需要另外學一套新嘅發音符號，只不過大家就要記下嗰啲組合，其實咁樣嘅負擔都唔係好大啫。所以大家係咪值得俾小朋友去學呢一套 phonics 咧？phonics 咧一共有42個字母同埋組合，一定要記住嘅。例如 S 係 A 係 A，CH 係 CH，OO 係 OO 有兩個音噶喎，另外一個短啲嘅 AU 係 O。小朋友掌握咗呢42個發音，佢哋就可以拼出好多嘅英文字啦，都唔錯噶啦。好啦，今日我就講到呢度為止啦。大家如果想繼續睇多啲有關 phonics 嘅影片，記得訂閱喎，最好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俾多啲人知道。